随着对生活的休闲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加上周休2日的来临，现代人历经工作上的辛劳忙碌，更需要放松心情的好好休息一下。所谓休息是要走更长远的路。沿着山路来到台湾的中部董师，这里有许多客家人的生活聚落，其中位于台中县东势镇东屿的大安溪畔旁，占地212公顷，海拔在500至700公尺之间，有四季分明的迷人森林景色，是台湾最美丽的花园，人称中部阳明山的东势林场，你一定不能错过哦，值得你来感受东势林场的客家景物之美。当然，目前的这个休闲非常的竞争，市场会使讲非常的这个激烈。但是东势林场本着过去森林、自然、教育自然生态等等的功能，除了我拄仔向各位报告以外，会使讲12月内底，拢总每个月都有它的花季、它的花型、花种当然，阮上特色的萤火虫会使讲是全省首屈一指的但是呢，自然生态森林浴接受芬多精的洗礼，相信是阮上大的特色。大家感觉讲东势林场自然景观、自然生态、教育功能、会议的场所，会使讲甲人无同款。当你走入东势林场，映入眼帘的都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有枫叶转红的赏枫大道，火红绚烂的圣诞红及一片片相思林，真是美不胜收啊！顺着山坡阶梯堆砌而成的人行步道漫步，尽情享受大自然所赐予的森林浴，感受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林间幽静、鸟语花香、景色迷人之外，也吸收了芬多精与阴离子的精华，具有强身健美的多种功效，提供您一趟健康又快乐的森林之旅。当你走累了，肚子又有点饿的时候呢，可享用别出心裁的梅宴大餐。每一道佳肴都是由梅子调味而成，除了开胃之外，还可以保持食物独具的美味。酸、香、咸、皮是客家料理的特色。因为我们早期东势林场的梅园梅树很多，有30几公顷，当然每一年的这个梅子产量非常的多。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大师傅，我们就大家一起商量，就来研究，就做了几道这个跟我们梅子有关的菜，研究了大概有2、3个月。跟我们的师傅都每天都不断的在尽量的制造我们的梅宴自己的先试吃到这个可以才推出来。看着众人大快朵颐、满足的模样，师傅所努力的一切仿佛都有了代价。趁着夜幕低垂后，发现草丛间一闪一闪的光亮，像是满天星斗。原来是东势林场的后山后穗培育出适合居住萤火虫的故乡，让来自都市的大人小孩们可以体验美丽而梦幻的萤火虫生态之旅。在经过一天的辛劳，可夜宿原始风貌的小木屋，这样傍山而居的建筑方式，具有客家人克勤克俭的天性，不难发现客家聚落过人之处。那是新日托的工人，带头东势寮东势林场对东势的发展一态所以留头寮东势寮家乡寮无去某摆是投入做些，甘埔寮唔往南东势林场带来东势街路的发展，嘛一多年留头东势寮唔去去某摆做些。反映太时间那有限来东势林场了，谢谢罗拉。一大早登上东势林场顶端的观日台，欣赏清晨的旭日东升及云雾之美，将全东势宜人的景色尽收眼底，能开阔心胸，陶冶性情。其实早期东势林场古名四角林，原本是经营果园及林业为主，以客家人刻苦耐劳的精神，经过多元化改变，才演变成今天远近驰名的观光休憩重镇。如果你想有不同的客家体验呢，不妨抽空来一趟东势林场客家之旅。